实大家对地中海料理其实会比较陌生，是对，因为觉得地中海料理好像都是要用地中海那边的东西。是，那其实地中海料理它的原意是用冷压初榨的橄榄油去烹调大量的蔬菜啦、鱼啦、白肉啦，其实它就算是地中海料理。是啊，我知道地中海料，大家都觉得说好像是很长寿，对不对？是那大家想到的就是哇，橄榄油嘛。是。那但是我现在想到的不是橄榄油，我现在想到的是老师减重吗？对，没有错。哎呀，118公斤，以他的身高走在马路上，我说老师是不是大家都会看得到你，很难隐形，对不对？对，很难隐形，我后面的都隐形了。是怎么样哦？而且是不是那种5年10年？听说是1年半，然后也没有复胖，因为已经经过了6年，已经经过了6年了。对，然后这么帅耶，站在我们的前面，赶快来看看要怎么吃哦，才可以像老师这样又健康又年轻，是，然后又活力。对，其实就是用橄榄油啦。那为什么先讲说为什么其实会瘦？是因为橄榄油里面的橄榄多酚跟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它本来就会让你瘦。那只是说我们都不常去使用它，是因为橄榄油在我们东方人的观念都是不能拿来煎煮炒炸，我们都只能凉拌。其实它更适合的是煎煮炒炸，因为你到了一定的温度，可以把橄榄油里面最重要的橄榄多酚带出来。那我们要吃的就是比较少听到的名词，就是吃橄榄多酚，因为橄榄多酚可以增加你的代谢。那你代谢力一高，其实你在瘦身的过程，只要配合正常饮食，不要暴饮暴食，然后作息正常，其实就会慢慢的降下来。所以根据刚刚老师的说法，我好像接到一个讯息是说要多吃油，那我就是没事，我拿来当成像葡萄酒一样喝，可以吗？可以啊，那喝的量其实橄榄油在喝的量其实有一个标准，其实卫生组织的标准是依你的体重就要去算，你体重多少你就喝几 cc。假设呢？是118公斤的时候，对，就是喝118，但是它其实比较严格规范是你要照3餐喝。哦，把它平均掉。对，平均掉。你不要一早上说啊我会瘦，看到老师那么帅，马上一早上起来喝了118cc 的。对，像我都常常跟学生们讲说，我一天喝快100cc，其实那100cc 是我早上会喝掉50几 cc， 其他50 cc 可能是中餐或晚餐。那我建议你在这3餐里面把你相当你体重的橄榄油把它消化掉。哦 ，OK。对。好，那我们会在节目进行里面呢，再继续跟老师呢问一下说，还要注意哪些事项？我们赶快来看今天的这一道哦，很特殊，其实2道。对，今天是2道菜。对，第一道菜是叫疯狂水煮鱼，那我们就会先准备一条鲈鱼。那鲈鱼的话，你要用加州鲈、七星鲈都可以，卖场、菜市场买的都可以。那最主要就是准备我们的冷压初榨橄榄油、蒜头、洋葱，然后白酒，然后还有鱼高汤。那你没有鱼高汤，用水也可以，那也是用蛤蜊，然后再加一些菇类啦、小番茄啦、橄榄。因为这是比较偏意大利的料理啊。当然，这个橄榄如果你买不到，其实可以不用加。然后这个贝类这一个也可以换成你喜欢的海鲜，因为它是渔夫在船上煮的，所以就随性，一的抓到什么就煮什么，有什么煮什么。对。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做这道鱼。那这道鱼的诀窍其实就是要先放橄榄油。那跟大家讲一个小常识啊，就是冷压初榨橄榄油，大家都觉得它不能耐高温。是啊，不能耐高温。那它的煮法其实很简单，你不耐高温其实很简单，你就是冷油、冷锅。冷油冷锅，你不要先让它锅子有热度，再把油倒下去，这样油一下子就到达它的最高发烟点了，营养就会不见。所以我都会建议要吃橄榄油煎煮炒炸都是先放油。这里大约放个20-30cc 的油，然后冷油冷锅，先把辛香料下锅。比如说我们要爆香的蒜头、洋葱。先把它下锅，这个观念会比较不普及。那其实这个就是要吃橄榄油营养的地方。然后冷油冷锅之后，我们再来开火。我们再来开火。真的步骤跟我们一般在做料理是不太一样。对，比较不一样。比较不一样是因为这样，你的锅子在慢慢升温，油在慢慢升温，那里面有放辛香料，它会出水分帮忙降温。所以你的橄榄油的橄榄多酚跟营养才会留得住，这样你的冷压初榨橄榄油去吃它的健康应用才会比较得到效果。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呢？我们今天买到的油
是这个就是没有问题的，然后甚至品质呢也是属于比较好的这种橄榄油。没错没错，人家初榨橄榄油其实第一个就是认外包装，记得一定要写，它是写 extra virgin olive oil，因为它有被规定，就是我会觉得看英文比较准，因为中文会给它很多的修饰。那你看英文是 extra virgin olive oil， 就基本上它就是冷压初榨橄榄油。那打开之后，建议第一个动作你要确定它是不是一个好的油，像刚刚厨娘讲，先闻味道。先闻味道。那其实拿瓶子直接闻比较闻不出来。我会建议就像这样，把油倒到一个杯子，然后你稍微把它这样用手掌抓住它，给它一点温度，给它一点温度，然后这样稍微用你的手掌的温度给它加热。加热一下之后呢，温度传递给这杯油，你再去闻它，香氛会不一样。真的，要不要试试看？对，我正要说，我真的很想试看看。你可以试试看，它的香氛程度会比较不一样，就会多一个橄榄果香啊。就是一般的肯油是说它会多一个果香味。你就是冷油冷锅才能保持橄榄油的健康，然后营养留得住。那像这样炒到洋葱有点软化了，那就可以把我们的鱼要放进去。对，我们的鱼就可以放进去。那鱼就很简单，你就去超市或大卖场买一条鲈鱼的，它帮你清理好的时候呢，我有个习惯就是我会把不吃的地方，所谓的不吃的地方就是这些鱼鳍啦，还有尾巴都切掉。我会先用剪刀或用刀把它切掉，因为这样子呢，它的面积不会那么大啊，不然你摆在锅子里面一下去，发现尾巴翘起来，不然就那个地方很容易烧焦。没错，而且这一道菜很适合一般的家庭主妇做，因为它根本不用翻面。所以会很简单，那你这个时候就把鱼这样放到锅子里面去。正好我今天呢拿一条鱼出来退冰，我等一下中午就可以煮这道菜了。是的，没错。然后把鱼放好之后呢，稍微把这些辛香料往鱼下面稍微把它赶过去一下，赶过去。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准备我们的白葡萄酒，白葡萄酒。然后白葡萄酒我会建议准备到350cc，而且观众朋友不用担心说酒精太多，酒精太多的话怕会。酒太多，其实它不会，它并不会。而且建议你一次就把它倒下去，然后你倒下去之后呢，等它稍微滚一下，它的酒精就会挥发，那留下其实都是白葡萄酒的酒香，所以它并不会说有人不喝酒的朋友们说，我吃了可能会醉呗，不会。所以老师你的意思说吃这道料理的话，出去还可以开车。对，还可以开车，因为它会挥发，但是你要挥发不是没有滚过就直接直接喝。等一下你这个酒驾超车的话呢，这个驾车的话呢，对，马可老师一概不负责然后你这个时候就等它滚起来，把酒精挥发掉之后，然后你就准备好你的鸡汤，然后你的要下去炖煮的海鲜，全部都一起下去。对，等一下就可以依序下。哇，那真的很营养这道菜你看有辛香料，有橄榄油，有鱼鱼我们知道它就有 Omega-3 鱼油嘛，然后有点蛤蜊，然后蔬菜纤维质都有，下去一起炖煮，而且很方便。稍微滚起来，让它把酒香留住，然后酒精滚掉，这个时候就可以放我们的水或鱼高汤。水或鱼高汤就把它放下去。跟酒同等量，差不多350cc。这个时候依旧都保持大火，然后它还没滚，因为酒精刚刚已经滚过了嘛，酒精已经挥发，留下酒香，这个时候就可以放你要放的海鲜，比如说蛤蜊啦，就可以依序把它放下锅。像我们的蔬菜都下锅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放点黑胡椒。我建议会撒在鱼上面，然后放点糖，增加它的鲜甜，然后放点盐巴。所以挑橄榄油的诀窍，其实我会觉得就是挑一罐你喜欢的橄榄油，味道你喜欢的橄榄油，那是人家初榨的。对，像这个我们现在是不是锅子蔬菜都下去了？那建议鱼其实可以不用翻面，那你就这样放着让它炖。那当然渔夫在船上是没有锅盖，但是你家里有锅盖，所以你就可以盖个锅盖，把它盖着，盖个差不多5分钟。像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煮熟了大约10分钟，我们就可以开盖了，就像这样，色香味俱全。而且非常的营养。那我的习惯呢，这当然是起锅会再淋点橄榄油。然后这个时候橄榄油一下，其实就可以关火。然后撒点黑胡椒，增加鲜香的那个刺激的口感。
哎，这样，所以疯狂吹煮鱼就完成了。好，马可上菜。是马可为您上菜。今天呢，我们真的很开心哦，这么简单的这个料理哦，由我们的这个马可老师呢，分享大家怎么样选择橄榄油，还有我们怎么样用它